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逆流大叔嘅頻道。日本股市近期好似坐咗火箭咁，而家已經殺到去59,000點邊緣，全世界嘅財經新聞都估緊佢幾時衝破6萬點嘅歷史大關。好多散戶心大心細，究竟而家仲應唔應該追入日股？呢場資金狂歡對我哋跌到殘晒嘅香港股市又有咩影響？今日大叔同你用易經起一卦，睇透呢場6萬點狂潮背後到底係最後逃生門定係全球財富嘅大轉移？今次我哋點樣起卦呢？日本地理位置喺東方，東方喺八卦入面屬震，代表雷，主動能同爆發力；而股市匯聚全球龐大資金，力量極大，屬干，代表天，雷喺天上邊打，聲勢浩大，全世界都睇到，所以合埋一齊，我哋得出今次嘅主卦雷天大壯卦。大壯顧名思義就係強壯到極點，氣勢如虹。呢個卦象直接答咗大家第一個問題。日股破6萬點極大機會成事，因為順勢而上，勢頭太勁。但係易經最重視嘅就係物極必反。我哋睇下今次嘅動搖落咗喺最頂端嘅上六爻，由詞話苗陽燭繁，不能退不能遂。我用最白話解釋俾大家聽，即係話有一隻好強壯嘅公羊掛住一味向前衝，結果對角卡實咗喺個木欄度，退又退唔後，入又入唔到。呢個畫面完美描述咗日股衝破6萬點之後嘅險局。華爾街大戶將指數推到歷史新高，營造出一片繁榮，吸引全世界嘅散戶接貨。當指數真係過咗6萬點大關，大資金就會開始獲利平倉。到時喺6萬點高位接火棒嘅散戶就會好似嗰隻羊咁，資金被死死卡住喺高位，進退兩難，斬纜又痛，守住又唔知要捱幾多年。當日股呢隻領頭羊卡住咗，全球資金會點走？大壯卦嘅上六爻一動，就會變成火天大有卦。大有代表財富重新分配，大獲豐收。過去幾年外資離開亞洲其他市場，瘋狂湧入日本避險同炒作。但當日股見頂，呢批龐大嘅熱錢一定要叫新出路。大叔話你知，易經講求剝極必復。香港股市陰乾咗咁耐，估值已經去到一個低無可低嘅地步。當日股高處不勝寒，聰明嘅熱錢就會流向低水位、安全而且有極大反彈潛力嘅地方。港股就好大機會喺日股見頂之時，承接呢批獲利撤出嘅資金，迎來一場真正嘅大反彈。明白咗資金嘅大輪迴，我哋普通人應該點樣趨吉避凶？大叔俾2個最實際嘅操作建議你。第一，日股就嚟破6萬，千祈唔好因為FOMO，即係錯失恐懼而重倉追頂。如果你手頭上有日股基金，一旦見到新聞大肆報導日股正式突破6萬點大關，就係你分批獲利離場嘅最佳時機。俾人賺埋最後嗰幾百點啦，千萬唔好做卡喺木欄上面嗰隻羊。第二，反向佈局香港嘅優質資產。外資大戶最中意高位派貨，低位收集。趁住而家大家仲對港股悲觀，其實就係大戶靜靜地建倉嘅時候。你可以留意下一啲派息穩定嘅重磅藍籌，或者跌到唔合理嘅優質國企股，別人恐懼時貪婪。呢句說話同易經嘅否極泰來係同一個道理。總結嚟講，日股6萬點係一場華麗嘅煙花，睇下無妨，但唔好用自己嘅棺材本去買入場券，反而係身邊無人問津嘅港股正在醞釀生機。看透時局就唔會做被收割嘅韭菜。如果你中意大叔今日嘅分析，覺得幫到你保住個銀包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分享。我係逆流大叔，同你用易經看透天下大勢。我哋下集見。